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今天是我们2024年的首演，预祝一炮开响。溧阳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，赶紧出发。今天是元旦，我刚刚还以为高速是免费的，结果导航上一看，今天不免费。可能我一直记错了，我一直以为元旦是免费的。今天的演出是一个画展，而且是要晚上8点之后再开始。那么演完之后，如果时间晚，他们就给我们安排一个住宿，我们就明天再回来。开过来2个多小时，就是这里本杰明·摩尔画展开业，桂德彪、孙明莲个人展。朋友们，今天急着赶出来演出，刚刚一路上开车也很匆忙，有些话还没和大家说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事业顺利，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，生活美满。这个门是锁着的，进不去呀。约的是晚上8点演出，我们是提前1小时到的，因为怕元旦堵车。现在他们应该还在外面吃饭，还没回来呢。我让镜子先回车里了，外面太冷。这2天正好玉英嫂也回家休息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出来演出是丈母娘在家里带。刚刚来了一个电话，说小宝宝一直哭，哄也哄不好。我们也是心急如焚啊，在溧阳。一方面演出还没开始，心已经非常牵挂的小宝宝了。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现在我和孩子也就隔了100多公里，真的做了父母才知道这种感觉。我妈来消息，甜甜不哭了。好，那就好。想找个地方买瓶热点的水喝喝都没有，这里的店铺全是暗的。不容易，几位画画老师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可以进画展了。我作为一个外行看看，觉得都画得挺漂亮的，大家看看觉得怎么样啊？这幅画猜多少钱？28万。Later， 夜里11点半，终于到屋里，朋友们，再会。